梁洛施陪媽咪返澳門探親，而翻他初戀。灰姑娘同王子一齊之後，生咗3個仔。之後呢？前年分咗手啦。而家點？有讀者 send 咗2張相俾我哋，睇嚟似係 Isabella 上個月翻嚟，再陪媽咪翻澳門探親嗰陣影噶。即係其實好似 Isabella 翻香港咧，其實都係探親同見下啲朋友咁樣啦。咁玩得都幾開心啦，又可以見下朋友，又見下屋企人咁樣。由鳳凰變麻雀嘅 Isabella 頻頻翻澳門，有人爆料話係咪會疑似新歡嘅中葡混血兒？Hi, call me Adriano。佢亦係 Isabella 14歲時嘅初戀情人，拍拖超過2年。分手原因咪因為公主要入娛樂圈發展咯。阿迪出身中產，喺美國讀過音樂，仲識 Isabella 同小小超嘅媒人楊紫瓊添。咁多條路嘅嘢，其實我都唔會答嘅。我可以話到俾大家聽，佢而家生活好好，咁都大家又唔使即係擔心佢啦，掛住佢佢都知嘅啦。盧覓雪仲話 Isabella 冇退出過娛樂圈，不停有工作接觸佢，但就未有計劃，因為要湊3個仔仔，時間安排好困難啊。